时间过得很快，所以我们的时间应该也是到最后一首歌了。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比较开心的一首歌。Yes. Yes. Now. Yes. Last. Yes. No. 有时候真的啦，因为讲的歌名他们真的不知道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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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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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okay. Nothing about that. It's okay. I think the audience, I say that, forgive because we had a long trip, so we are still sleeping. Really? Yes. 现在他们那个时间是睡觉时间吗？查一下。没有，那个中午。下午了啊，他们玩我们6个小时嘛。对。抓到了，原来是下午在睡觉。CS 的。对，之前你知道我都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在台湾就常常听到有一首歌，你们知道，可能台湾的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都会知道这首歌叫《Bésame》。然后这首歌叫《Bésame Mucho》，对不对？我就很开心，我就跟那个以上说《Bésame Mucho》，他说走开。结果最后才知道，原来的意思是再吻我一次。原来我爱你的西班牙，我去了那边一段时间，就是很多就siéntate，然后me gusta hasta mañana， 对，然后 te quiero， hasta mañana 是明天见嘛，难怪他知道的，他听得懂，很多啦，对，就是我很喜欢学习语言，对，所以语言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刺激，然后让我可以变得很快乐。有时候莫名其妙，有时候讲话会说不回来，就生气的时候就我要买菜。买菜是什么？泰国的不是，对，菜，对。有时候对，就是东拜什么东西东拜，继续走。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语言会有一些刺激，对。卖冬瓜，你知道吗？卖冬瓜是不要担心的意思。对，泰语对。可是我很喜欢他们的数字，对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。就跟你们说不要聊天嘛。Hawaii.
Mengguri haraya irama awan man lelewan no babaki dalam suatu angin awan buk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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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 awan man aw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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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ak man awan man Ano ako pinatawag Mahal ka sumisiwag Ako lalo matalagay既然也是咱们呢，也是希望回音乐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专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买专辑的话呢，那个 Lima 说他会跟大家一一的照相跟签名，谢谢。